上一集我們講過一件事，AI 時代的舞台已經搭好了。時代雜誌選出的那8個人，不是英雄，而是為這個時代完成了最低可運行條件的那一組人。也就是說，這不是趨勢，不是預測，而是時代已經啟動。從這一刻開始，我們正式進入一個人機協作、人機共處的時代。而這會帶來一個很多人還沒意識到的殘酷事實。Sam Altman 曾經說過一句話：人類的工作形態大約每75年就會發生一次根本性的改變。回頭看歷史，你會發現工業時代人類學會的是配合機器，數字時代人類學會的是配合系統，而現在我們已經站在下一個交界點上，不是即將到來，而是 AI 時代已經開啟了。但這一次和過去所有時代都有一個本質上的不同。在工業時代，機器要求你去適應它；在數字時代，系統要求你去服從規則；而在 AI 時代，情況反過來了。當我們正式進入人機協作、人機共處的狀態， AI 不再只是幫你做事，它開始參與判斷、放大選擇、影響結果。它會進入你的思考鏈條，成為你決策的一部分。而一旦進入這種狀態， AI 就不可能只是一個效率工具，它必然會變成一件事，人格的放大器。 AI 不會自動讓你好，也不會自動讓你壞，它只會把你原本是什麼樣的人放大給這個世界看。所以在 AI 時代，被淘汰的人往往不是能力最差的，而是人格結構最單薄的。這才是我們這一集要真正談的問題。第一類被放大並淘汰的人，第一種缺乏內在驅動的人。在舊時代，他們靠學歷、職位、系統目標被推動着往前走，但在 AI 時代，當執行本身被自動化，他們只會淪為 AI 的指令傳遞員。他們沒有能力定義目標，也無法成為真正的決策者。AI 放大了效率，卻暴露了他們沒有方向。第二類被放大並摧毀的人，第二種人格結構單薄、缺乏情緒韌性的人。過去他們被系統保護着，被規則包裹着，但在 AI 時代，個人能力被極速放大，權力、影響力、速度同時加在一個人身上。如果這個人沒有情緒管理能力，沒有道德判斷力，沒有內在邊界， AI 在他手裏不是工具，而是自我毀滅裝置。第三類被系統性淘汰的人，第三種失去持續學習能力的人。 AI 時代最殘酷的一點是知識的半衰期極度縮短。被淘汰的不是知識不夠的人，而是已經不會學習的人。他們的問題不是慢，而是學習習慣被舊教育徹底鎖死。他們只能追熱點，卻永遠跟不上系統變化。如果你把這三種人放在一起，你會發現一個非常諷刺的事實：我們過去的教育恰恰最擅長培養這三種人。他訓練記憶，卻削弱判斷；他強調標準答案，卻抹掉內在動機。他交付知識，卻讓人失去了自學能力。所以問題不在於 AI 會不會取代人，真正的問題是，在 AI 時代，一個人到底該如何學會學習？如果人格是放大器的輸入端，那麼教育就必須回到它的第一性原理。所以問題已經很清楚了，在 AI 時代，教育必須回歸它的第一性原理。下一集我們就來拆解這個更根本的問題：教育的第一性原理是什麼，以及我們如何為孩子安裝那套能與 AI 共處一生的學習操作系統。